你還是走吧，待在我身邊，你會更加危險。你不需要朋友吗？在宫里的时候，我除了学舞剑，我还学过刺绣呢。如果你的伤口讓我来缝，我想一定会非常好看。我最拿手的就是绣小猫，我要在这儿绣一只小猫，怎么样？其實你不用太在意，換成是我的話，我也會這樣對待那些通敵賣主的人。如果你是被逼的，为什麼不停手呢？這次因我而無辜受害的人越來越多。我一定要找出幕後的指使者，以及他真正的用意。只有這樣，才能對得起自己和因我而死的人。可是，這樣下去，你會越走越遠，樹敵越多。如果你要是因此死了，那該多可惜呀！沒有人會覺得可惜。他們之所以挑選我，正是因為就是我死了，也不會有人為此而難過的。不會吧？即使你以前的朋友這麼想，將來的朋友一定會特別關心你的。我不會有大礙的。等我睡醒，就會好了。不過，可不可以不刺繡小貓？赵总管，六爷被掳走了，這到底怎麼回事？六爺要抓回瑪瑙，就在與瑪瑙交手的時候，一群匈奴突然來襲擊我們，我和六爺沒逃出多遠，又被另一群早有埋伏的匈奴截擊了，結果六爺為了救我，被他們捉走了。又是匈奴。十二爺，你說什麼？哦，五爺他怎麼樣？
五爺與葉逍遙比武的時候，有一群蒙面人出現，把五爺擄走了。這些蒙面人也是穿着關外匈奴人的服飾。從這次事件上來看，燕逍遙真的是在替匈奴人辦事儿。十二爺，你看我们该如何處理呀？我們現在勢單力薄，就算能調動飛陀各武士到葡萄城來，這來回也需要10幾天的時間。道爺有言在先，不能調遣飛陀武士，以免引起朝廷重視。所以我想請美玉侯南天星援助，一來可以避免調度飛陀武士，二來可以解決目前的危機。這雖然可以解決燃眉之急，不過一旦有朝廷任何之勢力介入飛陀商隊的事務，商隊便失去了中立，不知對商隊的將來引來什麼後果。現在還能顧慮那麼多嗎？再說，我們有能力從葉逍遙手上救出各位失蹤的旗主嗎？況且，美玉侯是否願意介入，也是個未知數。其實大風堂已經傳來了消息，黑鷹、木狼、蔣裘、丘林4位旗主，馬上就要到達葡萄城。我想，咱們還是多等幾天，萬一他們有意見。多謝趙掌櫃的意見。我看你也累了，我也累了，還是早點回去休息吧。十二爺，我好了，我自有主意。十二爺，我這都是為了飛陀商隊好啊。站住！原来是玛瑙，请。安总管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來這裡幹什麼？我來找翡翠呀。侯爺不是說過了嗎？我可以隨時來這裡。是，侯爺是這麼說過。不過你現在是和刺客在一起的人，你深更半夜來到這裡，能不讓人懷疑嗎？你再不考慮你自己的身份，你也想想，倘若讓外人看見你在這裡出現，能不讓人懷疑侯爺的手下與刺客有什麼關係？這會對侯爺是什麼影響呢？且慢，侯爺，你们把本爵所說的話看成什麼了？自作主張，都給我退下。是。侯爺。啊，這麼晚你趕來，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？侯爺，瑪瑙深夜到來，是想向您借金瘡藥。怎麼？你受傷了？是燕逍遙出事了。能傷燕逍遙的人，武功必定十分高強。侯爺，您就別多問了，只求您能夠慷慨幫忙。原本這不過舉手之勞，可燕逍遙闖的禍太大，甚至連累到你。如果我現在把朝廷的金瘡藥給他，勢必惹來閒話。
說本爵縱容江湖刺客。瑪瑙，你要理解我的苦衷啊！侯爷，玛瑙明白了，只怪玛瑙不懂事。谢谢侯爷，玛瑙告辞了。哎，侯爷，玛瑙，我倒有一个办法可以帮助燕逍遥，如果他愿意的话。侯爷，如果燕逍遥同意向我投诚，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他医治，而且我还可以帮助他，保護他。侯爺，謝謝您了，我會轉告他的。瑪瑙，告辭了。瑪瑙。你出来吧。侯爷，金疮药的確對刀傷十分管用，不過翡翠那兒好像沒有。你跟我來，給他拿上一點兒，以備不時之需吧。是侯爺。瑪瑙，別生氣了。侯爺他真的很難做，而且飛陀的12旗主又多次邀請侯爺幫助捉拿燕逍遙。真的，就在你來之前，他才剛剛走的。瑪瑙，你不用說了，我都明白。我呀，還是先回去吧。翡翠姐姐，你有話要對我說呀？瑪瑙，你聽我說，燕逍遙，他不就是個刺客嗎？他還和朝廷作對。我猜，侯爺把你交給他，也只是讓你在他身旁收集一點消息，讓你立功。你千萬別枉費侯爺的好意呀！侯爺，是侯爺讓你跟我這麼說的吧？怎麼會呢？這個，是我在金爵酒坊聽到的。侯爺為此還被謝司寇誤會。侯爺他還替你說話呢。我還以為侯爺是為了我的幸福才把我給燕逍遙的。瑪瑙，別妄想了。燕逍遙，他只是一個刺客，能給你什麼幸福呢？今天他去殺別人，明天就會有人來殺他。我想你還是找個機會回侯爺身邊來吧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那你就替我謝謝侯爺吧。我走了。什麼事？翡翠，這是金瘡藥，侯爺叫你做防身用。我知道了，替我謝謝侯爺。好。瑪瑙，
我不是說過嗎？侯爷的心真的是很好，你可要好好想想啊。姐姐，这么有兴致。你知道圣刀是如何丢失的吗？是米多罗教主的女儿把它带到西域之后丢失的。美颜公主带着圣刀逃难来到这东方的沙漠，因为她爱上了班超，故此将圣刀托付给了班超，从而造成圣教不能强盛统一的局面。姐姐，你不用给我绕这么大的圈子。你到底想說什麼？我看你就直說吧。我是说，不会控制行为的爱，最終會帶來災禍。你想說什麼？我說你喜歡燕逍遙，你明明知道這是違反教規，卻暗中幫助燕逍遙與聖教作對。我只怕你最終沒有征服燕逍遙，卻反而被他征服。姐姐，我到底違反了什麼教規？我問你，那天夜裡我派莫七押解燕逍遙，是誰放走他？我想，應該是藍雕偷偷給了他解藥，等到功力恢復之後，他自己制服莫七走的。可是，給我駕車的兄弟被殺。兇手並不是燕逍遙。你怎麼可以肯定兇手就不是燕逍遙？因為這是你的鞭子，是殺死阿羅的兇器。姐姐，你這是栽贓給我，你要害我！你敢說你不會用這種兵器？我就算會用這種兵器，人就是我殺的嗎？我為什麼要殺自己的兄弟去救燕逍遙呢？這個問題應該是你回答我才對。來人，在。你說發生了什麼事？昨天下午，百花聖女召集我們，帶上弓箭到金爵九方4周埋伏。在她發出命令以後，我們便向金爵九方發箭。你們知道這樣做的原因嗎？我來告訴你原因吧。我不但救了燕逍遙，我還給他準備了馬匹，讓他逃走。原因是，我不會讓任何人動他一根汗毛。我要帶聖教，親手殺了燕逍遙。你狡辯！我沒有。達卡，我是不是曾經說過，我要讓燕逍遙死在我們聖教人的手裡？是，百花曾經說過。就算你有這種想法，也不能在這兒擅作主張。你知道這會有什麼結果？知道，
最高废除武功，革出教门。我要废掉你的武功，将你革出教门。姐姐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几次放过燕逍遥，你又当如何？我所做的一切是奉天王之令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那好，那么我想问问你，护法能废罗汉武功吗？你是罗汉？不错，白花确实已升为罗汉了。护法罗汉本来是天王的意思，是想让燕逍遥效忠圣教，现在他却引来教内的相互猜疑和矛盾，因此应该铲除燕逍遥。南天心身边的咒奴回报，刚才玛瑙向南天心求要金疮药，估计燕逍遥已经受了重伤，这是灭掉燕逍遥的一次极好机会。这一次的任務有罗汉执行。是。护法，你来监官。是。白花天琴是否有疑难呢？达卡听命。属下在。奉金鹏圣教东部天王之令，达卡统领东部天王属下咒奴，听从百花罗汉指挥，不惜以任何方法铲除燕逍遥或帮助他的人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起来了，小心，慢点儿。哎，你看，我把金疮药拿回来了，涂上就没事了。他们知道这药是给我用的吗？你怀疑有人下毒？哎，
小姐，吃早饭。好。你先去吧。谁？进来吧。站住！站住！送！出来！你是谁？你来的正好，我是要找你报仇的人。哼，就凭你也想找我报仇？你以为你拿了燕逍遥的龙首刀，你就是燕逍遥了？你还是快点告訴我燕逍遥在哪儿，我好让你死得痛快点。燕逍遥在哪儿？我答应过要报答你，放下刀走吧。我们还没打，
你怎么知道你会贏？輸贏你自己很清楚，要打還是走？我是來告訴你，謝天清已經下了絕殺令，無論你走到哪兒，眾奴都會殺了你，你逃不了。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些？叶系主，找你嘞。司寇大人，你不错，是我。是我命人把字条放在你房门上。龟娘遵守司寇大人指示，没有任何人知道我与大人见面的事。好。现在，大人可以告诉龟娘字条上所指有關美玉侯的秘密嗎？我想先請葉系主回答本官一個疑問。大人，請問。朝廷2次封賞你們刀爺做西寧侯，官拜西域都護，等同封土內的皇帝，這是多少人做夢都不敢想的事情，而你們刀爺都拒絕了，這究竟是為什麼呢？其實，義父之所以謝絕朝廷的封賜，是定遠侯的囑託。我們飛陀商隊平時往來各地貿易，既是了解了各地的風土人情，也積累了不少財富。一旦匈奴威脅到朝廷在西域的利益，我們便會向軍方提供各種各樣的幫助。如果刀爺接受了朝廷的封賜，那我們就得歸屬朝廷管轄之下了。一旦朝廷要放棄西域，我們就勢必跟着回撤到玉門關內。所以，班侯爺要求義父，為了朝廷的利益而必須放棄個人的功名。既然如此，為什麼不如實向當今聖上稟告呢？商隊為朝廷辦事的身份一旦被洩露，我們的中立形象便會遭到破壞，這必然遭到西域各部的猜疑和排擠，甚至引發衝突。想不到原來是這樣。這使我對刀爺和你們大家也更加敬重。司寇大人問這些，跟美玉侯爺有什麼關係呢？班勇將軍被告入獄，表面上看是敦煌太守張郎的誣告，其實啊，幕後主使者就是美玉侯南天星。那美玉侯與班勇少將軍之間有什麼恩怨呢？不是為了私人恩怨，而是為了一件寶物。寶物？孔雀刀。為什麼南侯爺也想要那把孔雀刀呢？葉系主，誰都知道，擁有孔雀刀就跟皇帝擁有玉璽一樣，一旦擁有，就意味着擁有了權力和財富。可是孔雀刀並不在少將軍手裡呀。那是。將班勇誣告入獄，就是要逼迫你義父交出這把孔雀刀。你說這手是不是很毒辣？那依大人高見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今天我約你見面，就是要提醒你和你的商隊，一定要提防南天星的陰謀。謝大人。你一定要挺住，坐下歇会儿。
地方直下上。你疼不疼啊？这次多亏了你。这没什么。我只是觉得奇怪，一个从小生长在深宫大院的女孩，竟有如此的胆量，而且功夫还不错。这算得了什么？那金状元也是他给的。是安顺送给翡翠，我从翡翠那拿的。他对你真好。如果有一天我要跟你后爷刀枪相见，你还能像这样对我治伤吗？